之後再嚟啦，風雲武士既然係贏1200、1400田草理論上佢應該報1200、1400㗎嘛，係咪先？你知我知，希斯都梗係知啦，係咪先？咁你就睇啦，啱啱個賽日3班嘅1200就好似冇，有4班嘅1400， 3班嘅1400就有一場啦。睇下有冇3班1200先3班1200佢可以報嘅，佢並沒有報並沒有報增強贏馬艾杜拿騎嘅，記住喎，艾杜拿騎嘅隻馬，佢報咩馬呢？希斯報咗隻團結精靈99倍嘅，完全都搞笑嘅唔報。好啦，1400啦，佢又可以報嘅，3班個1400又可以報嘅呢場佢報隻咩馬呢？志滿同行記住喎，志滿同行呢係60分馬嚟嘅喎60分馬嚟嘅喎，60分即係可以報4班啦，係咪先？而志滿同行呢係跑谷草上名嘅喎，谷草3班1200上名嘅喎佢有冇報呢場谷草3班1200啊？冇報啊嘛，佢俾咗風雲武士啊嘛，個位俾咗風雲武士啊嘛，而贏馬嗰隻馬係神馳啊嘛，邊個騎嘅？艾杜拿騎嘅，即係話3班1200同埋1400咧，艾杜拿都有馬騎都有馬騎當日。講埋啦，志滿同行43倍佢60分可以跑4班㗎嘛，係咪先？4班嘅1200佢都可以跑㗎，4班1200希斯報咩馬？加冠王贏咗啦你唔報1200，你報得3班1400，你當然亦都可以報4班1400啦，係咪先？希斯報咩馬？紫荊拼搏所以有時咧，你要知道啲練馬師個報名嗰個用意，你志滿同行咪攞嚟做炮灰嘅咯之後你志滿同行仲要讓埋俾禮拜3呢隻風雲武士啦你可以又睇啦，嚟緊3班1400有咩馬？希斯3班1400一隻都冇所以呢，風雲武士呢唔似減分，因為減分要跑多3場先減分㗎嘛。隻馬既然狀態有咗呢，咁佢應該會搏嘅而你睇下騎緊嗰個人係邊個呢？艾杜拿，即係話艾杜拿呢，禮拜日嘅時候呢，佢騎咗增強同埋呢個神馳呢，係冇辦法幫佢騎到隻風雲武士嘅而我相信可能希斯都係一心都係諗住過嚟揾弱啲嘅對手喺谷草呢度攻堅㗎啦就唔用湯普森啦，呢場就用艾杜拿啦就飛起湯普森啦排翻個5檔1、2、3、4檔嘅馬呢，冇乜快馬嘅1、2、3、4檔冇乜快馬，咁佢應該呢會埋欄手搏蝕添隻馬我估你呢場呢就唔會留後嘅，隻馬唔會留後，因為隻馬本身有啲前速㗎嘛，佢贏馬都係跟前守個位嘅。如果你話留後嘅話，咁你即係將隻馬跑錯嘅咯，跑錯咁你輸冇辦法㗎冇計㗎啦。但係應該唔會嘅，呢場馬佢搏嘅而再睇下風雲武士再睇下風雲武士。上場蝕咗慢步速追上嚟，佢係蝕到嘔嘅，但係佢做最快末段嘛。你望下佢餘勢埋欄紅色帽嗰隻7號仔，依家過終點啦。佢慢步速衝上嚟，根本上隻馬呢就蝕到嘔先啦。首先蝕到嘔先啦。你睇下過咗終點之後，依家喺最頭嗰隻就係佢嚟㗎啦帶嚟你10個8個馬位即係衝唔切咯隻馬衝唔切咯，你蝕咗慢步速啊嘛。你睇依家都仲未停，黐線嘅大佬，同嗰次俾大家睇嗰隻叫咩馬？告東尼嗰隻我唔記得咗咩馬，阿湯普森騎嘅嗰隻馬。所以呢，風雲武士呢，佢禮拜3呢，我估佢好大機會嘅呢隻馬希斯前邊有馬搏就當然更加好啦。
風雲武士輸嗰日，希斯出咗6隻馬，冇一隻馬跑第4，連第4都冇，所以希望佢禮拜3搏馬咧，咁啊呢隻馬機會咧相當之大，因為對手好弱啊！以佢跑田草嗰啲段速同呢啲馬跑，真係幾乎冇得跑，幾乎冇得跑。而佢個操練咧相當正常嘅，相當正常嘅。希斯啲操練相當正常，仲要咧拉史柏奔妙星咧彈翻一段22個1咧呢啲咧希斯嘅撻馬嘅手法咧都要知嘅，大家都要知嘅，即係好似沈集成嗰啲，我講過好多次希斯咧有呢啲咧好啲，因為佢上場出閘笨柒啊嘛呢場梗係唔好再出閘笨柒啦風雲武士機會好大㗎，但係咧馬你捉到佢，但係賠率你冇辦法控制嘅，都係嗰句賠率你冇辦法控制，當然太熱或者太冷唔知呢啲冇人知，冷梗係好過熱啦，係咪先？冷有落飛空間嘛